咁啊，話說呢個陸上絲綢之路呢，係起源於西漢，從寶崗大道到江南西、新港路，再到廣州大道一帶呢，都係呢個絲綢之路嘅必經之處啊！咁就人民嘅交通、貿易同文化交往呢，都係以呢度為中心嘅。咁啊，沿住呢個絲路咧，大家見到一片繁榮景象嘅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啊，商品流通啊，同埋呢個文書工作咧，都係響條大馬路上面係進行交接嘅，可以話係非常之有地方色彩。咁響以前咧，咁陸上嘅主要交通工具咧，出行都係以呢個地鐵、公交同埋開車出行嘅。現在隨住人民嘅生活水平越嚟越高咧，依家就人又變咗又行路同埋踩部電雞為主要嘅出行交通工具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呢度咧就係廣州大橋啊，亦都係絲綢之路嘅必經之處啊。咁啊，貨物商品流通之間咧，基本係靠走嘅。所謂千里之行啊，始於足下。有乜嘢係難得到我哋聰明嘅中國人呢？自古以來，我哋都經歷重重困難，跨過無窮嘅障礙，先有今時今日嘅幸福生活。呢啲咁嘅小問題，有咩難得到我哋㗎？古有飛鴿傳書，今有九龍傳旨。咁啊，無論古今中外，文化交流都係通過呢個文書工作嘅。外邊的世界很精彩，但是外邊的世界亦都很無奈。若果你想寫一封家書報個平安的話，可能你要學似佢咁先得。嗱，呢度就係馳名中外嘅河南醫院啦。咁若果你想入去遊覽一番的話咧，你首先要經過呢個萬里長城啊，同埋呢班18銅人嘅。萬里長城永不倒，整個紅馬冇得路。憑借住先王嘅親筆手諭，你可以通過絲綢之路去到世界嘅另外一端。各位廣州嘅街坊朋友，堅持就是勝利啊！請保重啊，兄弟。係啦，雕兄，你今日做咗核酸未啊？問你啊，冇走先得㗎。